老师甲夹起来，丢，迄几个压起来。老师甲夹起来，勇敢。啊那无讲，无电。那无讲啦。无啦，我甲饲调起来，安尼啦。哦。一半船一半一半，是，无啦，你字是拢对啦，啊你的调吼，所以变做甲讲话较正确诶。哦，哎，囡仔人算对啦，嘿啦，嘿啦，我紧啦。你节目拢有去过啊，你搁讲无正确。对啦，你鸡卵糕拍2条来熟悉，紧的啦，老师在炒鸡卵糕啊，老赖的啦，嘿啦，会使，这会使处理啦。一个国家，几个字？咱两个字，咱台湾进前台湾亚洲四小龙，有一个对岸，不是另外一个，来，一种一种糖啊，足细的黑色的，密密麻麻，因兜足侪人，高压遐。就这有一啦。个活动咧，名甲一个新民共款。接下来，我若是酷酷扫啊、老片啊，迄种我迄叫做啥？我表情破白感冒。接下来 OK 那这咱台湾人哦，就介意起一个起来哦，有一个池子的钓鱼啊，哦，钓鱼，另外一种去台南一定早顿爱啉啥物？牛啊，奶。正确啦。啊，正确啦。但是爱健康，那一定爱。这我唔知，后一个。咱伫船顶内底，船顶的时阵，有足侪人靠海为生，咱会叫伊啥物？哦，正确啦。健康。 OK，我靠，我若是有好康的，我会甲大家讲。伫南岛有一个足大的，日月潭，但是咱咧日月潭做啥物？我有拍一个啥物叫消失的情人节？我正确啦。伫海底啊，有一种鱼啊，海北，另外一种，两个字，啥物？叶刚刚，尴尬。水母，不是。对袂对啦。有行，嘿，来，不要紧，咱听者。哎呦，真老啊啦！果然是英文啦。嘿，有毕业开来咯，真好。真好嘿。后来咧，过程中，恭喜得了13分哦。好咧，谢老师解释。迄个香港吼，咱迄个另外一个讲法是香港啦吼，嘿，迄是腔口差，香甲香吼，迄腔口差。啊，过来马祖的马，有的人拢唔知影讲，原来迄字也有马的音，有的人唔知。吼，啊，咱即马特别讲，阿嬷的嬷，就是爱写迄个马祖的马，吼，共迄个汉字啦吼。嘿，啊，过来迄个警察吼，即个音有的人是会用警察来讲啦吼。啊，毋过若以过去的字词典来讲，应该是爱警察是比较较对啦。啊，毋过即马已经警察拢有人讲安尼吼。啊，过来都爱咧讲日月潭啦吼，迄个是爱讨暗潭吼，毋是岛哦吼，是讨啦吼，日月潭。啊，上尾迄真精彩，你各种动作。迄个，老师，这你另外个讲迄个啥？就是讲问题是可能因为咱其实拄则有时啊会加减啊无注意的去讲到内底的字啦吼，啊嘛是无法度啊，因为迄其实是可能日本啊吼，日本人就爱食的啥物主食吼的一个物件嘿，啊真厉害吼，做侪动作安尼嘿。就厉害啊！对，咱今晚看恁这边的表演啦。哦，来，咱先来。哦，下幸福神仙出场咯！来，开始。上无嘛15题。你有2分钟的时间，请开始。来，你什么人？蜘蛛人，来，来。两个啊，头班什么计好啊？头班长，嘿，两个字。长啊，这个，来 A 啊，来，这来去，哎，对，这个来，看边看什么？这个，哦，这是什么？一个字，这个，大人食
什么鱼多？三百多，健康。若生气一个地面，若生气，那马赛就流落来。台南下骹迄个叫啥？台南下骹叫高雄，健康。哦，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地名什么？名车，什么？名车。去鹿港食一种四手啊，3个字的米糕。豆包。这什么？健康。我行到安那？胃寒。健康。哦，跳过。你去面搭食，唔是汤的，你食大面。健康。这叫什么？沙梨跳操作啊！嘿，跳沙梨跳操作啊！无草，跳操作啊！对。有一种汤啊，一直食，拢袂用的，叫什么？树林汤。健康。你若热人会叫，伫咧树上咧叫，给咧，树仔顶一个你。树仔顶，你若伪装，这叫什么？伪装，两个字，我要包装。什么混？哦，健康。北混嘞。有人讲碰混哪来？两个字，咱去买迄会使转来搞，迄叫什么？不是，咱买迄叫啥？一条上拍。健康。两个字，健康。哎呦，你嘛咧？几个你？两个字歹势叫什么？300，唔是，有足大方的另外一种。健康。后来咱请回，不要厉害哦。哎呦，是，咱即摆看一分数。来，恭喜赢得了17分哦！哦，迄个葱仔的葱啊吼，拄啊好甲迄个咱拢讲聪明，其实聪明会当讲聪明，即个白话音的讲法，所以有人讲号名叫做葱吼，即马拢写聪明的聪，啊，毋过其实就是有人过去女性号即个葱仔的葱，意思嘛是要讲足聪明、足聪明的意思安尼吼。咱拄则有诶有人过啦吼，啊，迄个嘿。哦，迄吼叫做大鸡鸡万蹄啦，哦，大鸡鸡万蹄，啊有人用大只，啊迄个鸡是咧讲体格体型的意思，嘿对，啊过来就是迄个拄则有讲鸡咧吼，啊甲腎啊嘛有另外人讲安波节，吼安波节嘛有人讲腎鸡咧，这拢有人讲吼，嘿啊碰粉，吼嘛有人讲芳粉，吼就是抹粉迄个粉嘛吼，拄则讲沙白鱼本身答案是对啦，毋过迄个耗子讲。鱼肚，唔是鱼肚呢。你是食鱼肚还是食鱼肚？爱分清楚哦。沙白鱼肚啊。沙白鱼肚。哦，沙白鱼肚。沙白鱼肚甲鱼肚是无共款的物件。鱼肚就是咱即马咧讲，迄一块一块，吼鱼肉迄个部分有无？啊，那鱼肚是。北来嘿，北来肠啊，嘿，鱼肚，所以咱食迄，你咧讲的迄应该是沙白鱼肚，嘿，即个音无共，嘿，两字是无共意思啦。好，谢谢老师。哎呦，好，来加油哦！即摆效果就是讲你。那汤仔摕着2边就拢平，就拢两边拢加1万，不是5千啊！无，两边拢加1万，加油！是，哈，所以讲咱这边要加油哦，加油，咱一班就先推起来哦。是咪送较多？你经费真多咧，我做碰意你有制作人是求大家紧的甲迄个奖金摕到等，不过就无法度，就无人会晓，就无法度。安尼阮会晓，阮会。哎呦，真歹势，不过咱尽量甲3万5拢摕到等。加油！好，来手铿好哦。好，来，咱请出题。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个庆修园边啊吼，就是当来吃这个全世界上好食的马告香肠。啊，你看嘛哦，这个时尚玩家吼，你这两位已经就熟悉啊哈，这就是耗子跟阿翔啦啊。啊，你让来试看卖好，来，跟我来，我来食一个看卖吼。这香肠好就是嚼，就 juicy 好食。啊，这吼，你看卖，它就有一块马告人家内底。啊，马告吼就是泰雅族的山胡椒，吼，因就是会摕来洗这个香肠。就香的其实这个香肠，敢一般来食有淡薄无共款，哦，就 juicy 的，就好食的。好，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哦，请问
马告香肠的台语安怎讲呢？请问马告香肠的台语安怎讲呢？他拄Kevin咧题目要讲之前有提示过啊。无唔对，无唔对，嘛到香肠的台语哦。好，来，咱请手答。哦，来，谢幸好先生。你敢好意思啊？我若对，我奖有1万；伊若对，伊加伊1万，对无？冒险啊是不是安尼？是我一定爱对啊！一定爱丢呐。加油！山胡椒烟肠。我会提示听有咧吼。咱真正是有影安尼咧。哦，确定哦。确定。好，来，老师一共老师甲举起来唔对，迄个甲举起来。老师甲举起来。勇敢。安奈无讲无电。那无讲啦。有啦，我甲饲调起来，安尼啦，安尼啦。哦，来，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是，有啦，你字是拢对啦，啊，你的调吼，煞变做甲讲话较正确诶。哦，哎，囡仔人算对啦，嘿啦，嘿啦，要紧啦。你节目拢有去过啊，你搁讲无正确。对啦，你鸡卵糕拍2条来熟悉，紧的啦，老师在炒鸡卵糕啊，老赖啦，嘿啦，会使，这会使处理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啦。好，来时间差不多啊。4、3、2、1，好来，请请起答。是哦，好，哎呦，是五桂，五桂，五桂五桂鱼，我感我要五桂鱼是因为伊的刺较少。太外太空的时阵，爱较安全的食物，较袂去插掉。但是 B 我嘛是感觉有可能，因为外国拢有食沙巴鱼叫 milk fish，啊，所以我学袂晓的。因为刺较少啦，你的是较少啦，原因是刺较少我啊拢无要想。我甲伊无熟。你是安那甲落啊大牌共款，算是五桂鱼。因为这是分散风险。看过来 all in 啊，A B C 哈，对啊，我甲伊讲一个节目个，甲伊选讲诶。哦，是安尼，是安尼。啊，鸡卵糕嘛是对你啊。鸡卵糕嘿，因为我叫伊安尼做。啊，你内面有人掠鱼啊无？啊，为什么你可你是 A， 家己一个？伊足可怜的，对对叫我选的啊。足可怜拢互逼的。万不离那 A 多好伊老。这边啊5条命 A B C 哦，啊这边咱较食亏，咱就甲它4命。是，啊好，不要紧，咱即摆来看 A B C 到底是倒一个。好，来，正确的答案是。很厉害嘞！哎，来，BBA，请起失败。哇，好来，咱等下再解决吼，咱先听老师来解说。来，老师，即咱以早吼讲五桂鱼啦吼，讲是一个姓吴，一个姓桂吼去饲的啦吼，啊落尾渐渐互即个叫做福寿啊吼，即个名来取代。哦，啊，佮落尾为着要推广这养殖的这个鱼温啊，这个渔业吼，所以变做讲家用一个拄则上高讲的迄个台湾雕这个名吼，嘿啊，其实用这个名真有意思，因为伊是伫足歹的环境，伊嘛会当活落来的一种鱼啊类啦吼。啊，所以美国的迄个 NASA 就是伫咧要进行讲，要搞什么物件吼，要炸去迄个太空舱的时阵吼，落尾有经着咱这项啦，就是安那。饲甲足好诶，哦，伫太空舱嘛会当饲甲足好诶安尼，吼啊，所以就是即个足强诶生命力，吼啊代表台湾变做伫咧太空舱遐嘛有made in台湾物件，吼，这是一个真特殊诶一项代志啊。可能有诶人会感觉讲，五桂鱼啊是讲即个福寿啊，敢若都俗俗啊尔，也无讲介贵有无？较超前。较超前，啊，这就是敢若台湾人诶即种吼，足有生命力一个象征啦，吼，真特殊。